各位觀眾你好，呢度係焦點新聞台。今日想用一條簡單但夠火藥味嘅問題切入：行政主導係咪就等於政府一句講晒，議員只負責舉手？又或者所謂支持施政就應該靜靜地、快快地，冇多問號？近期葉劉公開講到，行政主導唔係一言堂，議會唔係裝飾品，角色包括保留、把關、質詢、審議。呢種講法表面上好順耳，但要做到，背後其實牽涉制度設計、議會文化同效率與監督之間嘅張力，點樣拿捏先係關鍵。簡單講，今日呢條片同你行3步路。第一步，拆清楚行政主導喺香港係乜嘢意思，唔好將佢等同某啲外國議會內閣制。第二步，講明監督唔等於唱反調，建設性監督點樣幫行政更快、更穩、更準。第三步，提醒大家，如果議會太安全、太整齊、太少追問，政府反而會陷入幾重風險，最後拖慢整體治理。呢個題目唔止係政治術語之爭，係有關每一個政策點樣影響你同我嘅荷包、時間、空氣同城市節奏。以下我哋逐塊拆。一、行政主導係乜？制度本意係有人拍板，有人把關。先由制度底層講起。香港唔係典型嘅西敏寺式議會內閣制，唔係由議會多數黨領軍組成政府。相反，設計上係行政主導，即係行政機關負責擬定政策、推動法案、提出預算，議會就負責立法、批撥、審議同監督。簡單講，方向由行政端開波，但要落地，始終要過議會關。所謂行政主導有幾個核心要點：議程設定權，多數政策同法案由行政提出，決定優先次序，編排季節性或跨年度工作；政策一致性，施政需要跨局協調，行政端可以拉齊資源，避免部門各自為政；責任可追，成效與失誤先落喺行政主體身上，問責路徑清晰，唔容易踢波。不過設計從來冇講一言堂，反而係一種主導而冇獨斷嘅平衡。行政有主導權，但議會要有足夠嘅程序與工具去審視、改良以至暫緩。呢個配搭先叫主導，但冇粗糙；效率但冇失速。喺法律同議事層面，議會握住幾支重要工具。立法關口，法案委員會可以逐條討論條文，用文字層面堵住漏洞，避免執法時出現灰區。前關財務審批係最硬淨嘅把關點，點樣分期，點樣設上限，點樣設定里程檢討，都可以喺呢度落墨。質詢與聽證，定期質詢專題委員會聽證，係迫使行政以數據回應、以時間表交代嘅舞台。附屬法例審議，好多政策影響其實喺附屬法例先見真章，議會可以喺先行後審或先審後行之間作出平衡與把關。所以當葉劉話行政主導唔等於一言堂，佢觸及嘅係制度本意，有人拍板，亦要有人把關。行政要走快啲，但唔可以踩界；議會要夠專業，但唔可以擺姿態。兩者一拍一和，先有真正嘅治理品質。二、點解監督唔等於唱反調？建設性監督係幫忙保留，而冇係拆台。香港人一聽到監督，好易聯想到拉布、鬧爆、反對為反對，但係建設性監督係另一回事。佢嘅重心唔喺表演，而喺工程。一條政策由概念到法條，要經過技術與現實嘅雙重打磨。監督做得好，等於幫行政揀對工具，減低副作用，縮短學費。幾個實務層面可以見到監督點解係幫行政，而冇係唱反調。目的與工具配對，政策目標清楚唔清楚，用嘅工具係唔係最合手？例如為咗降低某個行業外部成本，究竟用牌照條件、用稅費調節，定用補貼加行為規範？議會嘅追問，迫使行政講清邏輯鏈條，亦避免見招拆招嘅臨場補位。風險分析與退出機制，好多措施有短期見效、長期後坐力嘅特性。建設性監督會問清楚高風險場景係乜，觸發條件點樣界定，遇上偏差時點樣收貨。呢啲都唔係鬧人，而係幫政策設計好安全閥。數據同驗證，任何承諾冇數據就係姿態。有質詢逼到行政交出基線數據、里程目標、評估方法，社會就可以定期睇進度。一來防止政策漂移，二來俾官員一把量化嘅盾，向內部催進度時更加硬淨。條文與執法落差，字眼一個圍議，就可能造成執法難度或司法爭議。逐條審議唔係讀一次就算，而係拆字眼、拆案例、預演執法場景。呢度議會若果問得尖，政府其實更安全，因為風險提早被捕捉，成本與代價分攤，政策代價點分攤，最易出民怨。
議會可以要求分期檢討、分階段上馬，對受影響群體設緩衝，同一個目標用邊一個路線圖，差距可以好大。呢啲並非推倒，而係調參數。換言之，監督同支持本身並冇衝突，最有力嘅支持係在場內提出尖銳問題，喺場外向市民解釋點解咁做。真正嘅反對唔一定嘈，真正嘅支持唔一定靜。以保留為導向嘅質詢同修訂，成效其實極實際，少行冤枉路，少交學費，少蝕民心。3. 如果議會變得太安全，幾重治理，風險會同時放大。當所有人講一樣說話，所有表決都齊齊整整時，表面上叫效率，但喺治理實務，呢種太安全往往會帶嚟幾重風險。盲點擴散，政策圈內部容易形成回音室，無論係行業偏好定部門路徑依賴，都會令另類方案冇法浮出水面，少咗外界拗點，代表少咗壓力去自證方案最優。文字風險累積，法條若含糊，日後就用法院補課。議會若冇有逐字逐句打磨嘅習慣，短期過關易，長期爭議多。每一次司法爭議，等於社會重新付費。實施落差，冇夠聽證，冇夠實測，推行到地面先發覺與前線操作打假，結果要靠指引補救，靠懲罰維持，既耗資源又易磨蝕信任，信任侵蝕，市民期待議會提出真問題。若外界觀感係齊齊舉手，邏輯上會將所有後果計上行政，久而久之，連合情合理嘅調整都會被解讀為拍錯版先改，效率悖論。前期討論冇夠，後期反攻機率大增，一次急切嘅拍板換嚟幾輪修訂與補救，計落時間冇一定快，代價亦更高。投資與預期管理對於企業與投資者而言，最怕唔係嚴，而係不確定。議會若層層把關，程序清楚，數據明白，商界反而較易規劃。相反，程序一味簡化，改動卻頻繁，長遠會推高風險日價。以上每一點都唔係抽象假設，而係公共管理嘅通則。議會文化若只剩安全執行，其實會令行政暴露喺更高風險之下。表面上好似替政府清路，實際上係掃走咗路牌。4. 制度設計與議會文化規則定型容易，風氣養成最難。制度層面，香港其實擁有唔少成熟嘅把關節點，立法、財務、附屬法例審議、專題聽證等等，關鍵係點樣用、幾時用、用到幾深。真正決定效果嘅，往往唔係規則本身，而係議會文化。議員點樣問，官員點樣答，主席點樣掌握秩序，是否願意俾時間俾專家與持份者出聲。要令行政主導但非一言堂變成日常，幾個文化向度不可少。專業而直接，議員提問以事論事，以證據為語言；官員回應以數據為核心，以時間表為承諾。雙方減少口號，增加模型與案例。有直而非順耳，對政策設計真誠提出最壞場景追問，指出不周之處，並提出可行替代。呢種直說唔等於拆台，係以工程師心態為城市保留，允許差異，同屬支持施政嘅代表。從不同界別切入，立場出現差異其實正常，只要目標一致，程序內競爭會提升方案質素。公開而可追溯，資料盡量公開，會議紀要清晰，承諾列明里程，方便社會長期追蹤。資訊透明係文明政治嘅自我約束。葉劉講到，立法會唔係淨係負責舉手，仲要保留把關同質詢。要令呢句說話真係落地，最靠議會內部建立一種尖而準、硬而穩嘅問政風氣，少姿態、多內容、少排場、多細節。5. 效率與監督嘅張力，快一步，定準一步。每逢社會焦慮上升，外在壓力加劇，大家自然想行政快啲拍板，快啲見效。但治理世界裏面，快與準係合起來，先叫效率。前端深度監督，往往係為後端少走彎路。點樣平衡？可以由幾個維度校準。風險分級與審議配速，越高風險越長期嘅制度變動，就應該給予越多審議時間，越寬廣嘅聽證範圍。而短期界限清晰可逆轉嘅措施，可以用加速程序，但加入日落條款與定期復檢。先行先試與回饋循環，對創新政策可以喺有限範圍試點，預設評估指標同收集機制，用真實數據校正，然後逐步擴展。議會可以要求由試點走向擴展時，必須提交成效報告。
預算與進度掛鈎，錢同里程碑掛鈎，分期撥付，達標再加碼，偏離就9偏。財務工具變成監督工具，令效率有抓手。附屬法例兩段式處理，針對技術性強但影響面廣嘅附屬法例，先以諮詢文本形式開放評論，再正式提交審議。遇上意見分歧就延長審視期，換取日後穩定同步公共溝通。效率唔止發生喺會議室，亦關乎社會理解速度。每一項重大措施，若有簡報版解釋同可視化數據，社會更易明白，落地時摩擦更少。換言之，監督唔係效率嘅對立面，係效率嘅保險同燃料。議會若肯早啲沾，而家沾，行政就冇需要之後反覆改。城市治理真正快係慢在前，快在後。前段問到位，後段做得穩。6. 從條文到現場，議會把關應該點樣落實？理想講完，點樣具體做？可以想像每一項政策或法案通過幾道必答題，目標定義清楚未？成功獎賞係點？失敗指標又係乜？若達唔到，邊度要調整？工具為何？是否最少代價達到目標？可否以規範、稅費或市場機制替代更重手做法？風險地圖畫咗未？涉及邊幾類人？邊幾個行業？邊幾種場景？最壞會點樣發生？數據本身可靠未？有冇有基線數值？採集方法、公開節奏係點？時程與里程碑，每個階段成果如何驗證？誰負責？何時交代？財務安排是否彈性？可否分段撥付？設上限同觸發檢討點？退出機制有冇有？若效果不彰，幾時用乜程式收科？對受影響者點樣緩衝？議會若以呢套7問嚴格對照，就唔會流於口號式討論，每一問都直指工程細節，迫使政策設計由方向正確走到操作可行。呢種把關最終係保護行政，亦保護社會。7. 同路而不同聲，愛國者治港下嘅內部多元。今日嘅政治光譜同昔日已經唔同，即使大多數議員認同同一個大方向，喺具體議題上仍然應該呈現多元角度、地區與界別嘅需求差異、行業同公眾利益嘅平衡、長短期得失嘅取捨，通通值得攤開講。呢種同路而不同聲唔係分裂，反而係專業。議會內部若能夠建立先內土後外踐嘅節奏，即係先用技術與數據說服彼此，再以清晰語言向市民交代，行政推行起上嚟會更順，社會亦較易信服。葉劉強調嘅直說，其實可以理解為鼓勵議員用專業同誠實維護制度，而唔係純粹迎合短期掌聲。8. 何謂優質監督？幾個可操作嘅評分尺。講到尾，點樣判斷議會係咪真正把關，而唔係只做姿態？可以用幾把尺去自省，提問是否具體可驗證，是否要求數據、時間表、里程碑，是否提出替代方案或修辭後果，而唔係只否定，是否兼顧持份者差異，並對弱勢影響提出緩衝設計，是否將重大爭點轉化為可比較嘅政策選項，而非抽象理念對撞。是否保有尊重與節制，讓行政可以在議會內坦誠承認風險，調整方案。當議會以呢幾把尺自我要求，行政主導底下嘅整體治理就自然行到穩中有快。政策冇需要次次完美，但每次都要可交代、可評估、可修正。呢種韌性比一時嘅快通過更可靠。9. 回到起點，行政主導點樣先冇會削弱治理質素？有人會問，既然社會對效率有期望，點解要搞到程序繁複、問題多多？答案係程序同監督並非為難行政，而係防止行政跌入3個陷阱：過度自信，自以為掌握全部資訊，忽略一線操作與民情微差；工具慣性，部門擅長邊套就用邊套；錯配情景，姿態政治，將外界質疑視為阻滯，而唔當作校準信號。一旦議會放棄把關，只剩齊聲支持，行政其實最危險，因為政策世界充滿不確定，冇邊個可以一剔過。越係主導，越要容許被檢驗。主導加監督先叫成套制度，主導冇監督就只係口號。10. 觀眾可以點樣理解同參與未來政治運作？身為市民，點樣睇？點樣刪？幾個角度俾你參考。睇數據唔睇口號，支持邊個方案？試問自己有冇睇過其目標、指標與代價，要求公開，就係對議會與行政一視同仁嘅尊重。睇制度唔睇情緒，一次投票或一次辯論唔代表全部，重點係整體文化係咪朝向問到位、答到底、改到位？睇持續唔睇單點，政策會演化，關鍵係有冇按時復檢同修正。支持一個制度
等於支持一套持續改善機制。提出具體經驗，你喺地區、行業或家庭遇到嘅困難，若能量化、能描述清楚，就係議會最有價值嘅材料。總結翻嚟，葉劉講嘅行政主導唔等於一言堂，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制度要行得遠，靠嘅唔係齊聲，而係合拍，唔係一條線，而係兩條軌。行政主導負責定方向、整合資源、穿針引線；議會監督負責保留、把關、校準、收窄風險。兩條軌彼此尊重、互為支撐，先至會有真效率、真穩定、真成果。城市嘅治理最怕係睇落快，其實慢；最寶貴係前慢後快。當我哋下一次聽到要快要穩呢幾隻字，不妨代入今日討論嘅三步思考：行政主導係乜？監督點樣幫手？議會太安全有乜風險？明白咗呢三層，大家會更清楚點樣評價政策，亦更懂得點樣要求代表同官員交代。多謝收睇，呢度係焦點新聞台。